其實咧，人人都有權參選，唔等於話最終人人都可以做候選人。師姑埋 A4 普選，話佔中令香港玩完。好聲一早要給我，為何惡例那麼多？偏總想約束我，人民再沒法囉嗦。呢首歌代表咗唔少香港人嘅心聲，不過偏偏師姑係要唱反調。佢琴日出席論壇，講起泛民提出特首選舉嘅公民提名權，質疑咁係奪去提名委員會嘅權力。如果呢個參選人太多嘅話呢，咁樣你係唔能夠保證有50%嘅選票支持嘅時候，選嚟選去都選唔到啦。對住阿爺當然唔可以駁嘴啦，所以愛國愛港同唔可以抗中係不言而喻。只係提醒大家呢，呢個中央呢係有嗰個委任權，有個任命權，而中央嘅任命權係唔受特區嘅法律去約束嘅。而重點係，好似有人提出話，行政長官一定要有回鄉證，冇回鄉證佢點樣同中央去述職，點樣去溝通呢？又順勢踩佔中。咁點解將香港嚟到做一個島嶼呢？點解將我哋一個和平嘅寧靜嘅社會啊，要搞到係有呢啲暴力嘅陰影呢？點解要將我哋嘅經濟搞彎佢呢？陳家樂批評師姑講嘅嘢，即係話阿爺要埋 A4 普選，話佢咁霸道又唔講道理，係為篩選明路開道。連蘭姨都話，真正嘅普選唔應該由提名委員會去篩選，就算多人參選，都係用多輪投票去解決㗎。